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5月1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一般公司行号主动要员工离职，一定要提早通知，佮兼发放着资遣费，才会符合着法律的规定。不过，属于国际组织的亚洲蔬菜中心，长期以来资遣咱台南的员工，却完全拢无使用劳基法。对此，议员林志聪相当的不满，表示已经严重损害劳工的权益。要求市府一定要向中央反映。林志聪表示，伫咱新华已经成立30-40档的亚洲蔬菜中心，是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嘛算是国际社团。不过，因为咱新车民众伫内底工作，无缘无故被资遣，透过伊介入协调，才发现今年伫遮，咱劳工长期以来并无适应劳基法，甚至嘛无提拨6派退休准备金等等的保障。所以，上午强烈替劳工来清明。台湾对不对？去外口对不对？去美国去倒有诶无诶对不对？咱用一个社团了后对不对？啊，伫遐成立一间公司啊，成立一个研究室，啊，咱请当地劳工，啊，咱嘛免使用迄边诶劳基法呢。亚洲中心伊毋是租借，你知道？伊亚洲中心，你过去咱读历史，拢讲哦，外国政府来台湾来迄个以前伫中国有一个什么租借、英租借、法租借，伊也毋是租借，伊嘛无治外法权。议员除了关心劳工的权益，嘛针对台商有7间厂商有意愿转来故乡投资，所以要求市府加强新界港区的功能，7个港区用地开发等等，以工业作为基础来创造当地就业机会，互经济大幅度成长。台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迎接暑假观光的热潮，不过台南市的停车位严重不足是一大难题。对此，议员蔡小薇上午在伫议会要求市长要落实奖励民间兴建停车场等等的政策，佮加上系统性来整合着交通观光，互游客会当方便来使用。议员蔡小薇表示，停车位不足一直是台南普遍存在问题。根据主计处2018年的统计，咱路外甲路边停车的价位数量已经是排6都尾啊第2。加上以后，咱若铁路地下化、捷运等工程进行，一定是加速交通黑暗期，甚至严重冲击咱台南的观光。所以要求市长甲交通局用心提早应用。提供减免税负，还有补助我们新建的这个经费让我们的市民或者是民间单位，他愿意来释出空间来新建停车场。那在这边我也呼吁市长是否继续彻底的落实执行呢？我们还是会用奖励的方式，因为民间坦白讲，民间的空地是还算不少，但是就是说有时候是空地的位置。那如果说在合适的位置，我们尽量再用政策奖励的方式。另外，因为交通甲观光密切相关，所以议员嘛针对目前台南有超过20个观光道路的 App， 各有优缺点，所以建议市府将所有大数据有系统性的整合，让市民唔免下载一大堆的资讯，市府嘛方便管理。台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因为版权的问题，所以伫咧社区的民众拢会烦恼使用活动中心的卡拉 OK 唱歌，会去互唱伤过，甚至会去用掠去关。日前市长也亲自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会协调处理。17号上午，市长黄伟哲再次召开记者会，表示已经要求厂商唔通提出刑事的告诉，同时也希望智慧财产局会当加紧来处理。日前因为著作权法的修改，所以笑比公司拢开始关心社区卡拉 OK 版权问题，也因此造成民众的烦恼，拢唔敢使用。市长黄伟哲也伫日前的记者会表示会加紧处理。17号上午嘛召开记者会，表示已经向厂商提出唔通做刑事的告诉，同时要求厂商要直接对市府讨论授权的问题，无需要社区一个一个做要求。5月初到现在2个多礼拜。大概有一些进度，那我们跟中央反映，中央也邀集业者
获得业者保证不提刑事告诉。那在民事的部分，那我们也呼吁，就是业者不必一个一个去找这个我们相关的这个歌唱班或是相关的里长，那直接来找市政府。那经过市政府跟业者相对话之后，他们也愿意用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啊，因为他们坦白讲，他们一家一家去找，一个里一个里去找，也是旷日费时。好，那干脆就跟市政府来直接做对口。那相关的市政府也有大概有编列100多万的这个预算，啊，来这个处理授权金的问题，所以这个民事、刑事都获得初步的解决。那但是正本清源，还是请立法院修法啊。那修法要站在民众的立场，对于只是在区里中心唱个歌这种行为，根本就不是盈利行为，只是一个公开唱歌，但是不是一个盈利的行为，所以不必为了这个东西就追究一大堆的授权金。伫咧会后，里长甲区长马上将这个好消息甲民众讲，麦当看到民众马上就开始唱歌，同时也感谢市长为民众争取权益。即摆都讲有禁止都无咧唱，较无咧唱啦。即摆市政府要做阮的后盾，讲要去用咧唱。即摆讲市政府有要用咧唱，会当唱。无人拢愈来愈少去啊，都唔敢来唱啊。今天市长有开会，叫我们骨力笑、认真啊笑、欢喜笑，拢无要紧因为班款的问题，市长会处理所以讲呢，大家呢，大家呢，阮里面甲大家呢，较紧听到这个消息呢，欢喜甲大家拢较紧要来笑。市长黄铁也公开向智慧财产局来呼吁，希望因会当赶紧来修正着著作权法对着非营利公开演出的部分，让民众会当安心伫咧社区来练歌。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南华大学传播学系104级的毕业学生，即日起伫咧台南文创园区要来举办着毕业展。展出内容相当的多元丰富，有新闻、有杂志、有论文、有舞台剧等等，全部拢是因经过4档的学习过后所展现出来的成果。有关心抢播的节目影片，有舞台剧的演出记录，学生参与的感想，也有侪设计趣味的公关活动。这寡拢是南华大学传播系104级的毕业学生。因运用着大学这4档所学的知识甲经验所制作出来的成果，看到学生4档来不断成长，系主任也祝福因毕业了后会当有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未来会越来越好。我们学校虽然不是最好的学校，可是我们有最优秀的同学。我们学校如果再好，同学不愿意学或者不认真学，学校再好其实也没有用。所以我都希望能够找到最适合的学生。我说没关系，来这4年，我希望让你来南华以后不会后悔，然后可以在这4年里面好好的学习。这群马上就要毕业的毕业生换上学生的装扮，希望再次回想起迄段美好的学习时光。南华大学传播学系104级的毕业展时光，就伫咧台南文创园区展出，也邀请市民朋友有闲会当前往参观。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置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
收视率创下今年戏剧类新高的《生死接线员》，以着单元剧的方式来呈现，每一集剧情拢深刻描写着观众者家属受震灵、医师甲气管关键协调师等人有关着生命之间的侪难题，互人印象深刻。当亲人因疾病面临死亡，或者是因为发生意外性命垂危，家属必然拜托医疗团队全力救治。但救治留不住的生命，还有机会从死神的手里留下什么吗？没有谁比较重要。医疗职人剧《生死接线员》深刻描写医师、器官捐赠协调师如何穿梭在生死之间，让受赠者的生命有机会延续。大小、跳动、功能都适合捐赠。从马将军号饰演外科医师将军号的演员曾少忠接受访谈时表示，在医疗复印协助之下，到了手术现场实习，可以深刻了解到外科医师救人救命的紧迫感。很多的医师都是在还没有进开刀房之前，就一直在讲笑话，然后就跟大家随便乱聊啊，然后就感觉很轻松啊。可是真的进了刀房之后，其实大家都不讲话了，然后每个人都非常的严肃。然后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整个开刀房气氛的凝重，因为其实对于器官摘除，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手术，它真的是关系到病患的生命。负责指导的医师担负着救人的使命与压力，而转换个角色到捐赠者的家属身上，每个濒临亲人死亡、能否接受器官捐赠想法的家属，都有着满满不舍的考量，该放手或是拒绝，让生命的存亡之间充满着揪心的眼泪。记得爸爸妈妈的声音，不要忘记爸爸妈妈哦。你现在要继续更多人带来健康，让更多的家庭得到快乐。台湾首部关于器官捐赠的医疗职人剧《生死接线员》已经在 BBTV Catch Play 包月电影院中上架播出。任何时间想要追剧，请打开遥控器锁定《生死接线员》，关注更多医疗的生死议题。由10位艺术家开半档的时间创作出来的宝岛长春图卷，转长66公尺。过去伫咧全台湾甚至国外展览，拢因为空间的关系，无法度好好欣赏。即届刷到南美馆来展出，即马就带大家做伙来看卖。3、2、1，请开箱。全台湾上界长的一幅图，宝岛长春图，伫咧1981年，当时为着庆祝中华民国建国70周年，由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前馆长何天浩发起，邀集张大千等10位知名画家，经过了一次环岛，开了半档的时间所完成，全长66公尺，会当看到工作人员非常细腻将画作拍开。这也是离开36档后，重新回来台南展出。即届伫25号开始，将伫台南美术馆2馆展出。宝岛长春图可以说意味着1980年代所看到的台湾的风貌。那么大家都知道齐柏林的空拍，那么当时为了画这一张作品，军方也出动了飞机进行空拍。那么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当时可以看到的最全面的当时水墨所做的空拍的样貌。即届南美馆特别为着这幅画作，会当更加完整的呈现伫咧观众面头前，特别打造了一面360度圆弧形的展场，以环绕式全景展示的手法，互参观的民众行入去展间，会当一届看个到。实际上，就是行遍全台湾，完成环岛旅行。等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东南亚以台湾新住民文化以及国际艺术巡回计划，5月17号开始，将伫台南生活美术馆来展出，会当看到东南亚国家伫咧无共款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背景之下，所产生无共款的风土民情。透过镜头，咱嘛做伙来欣赏。
这些器具全部拢是东南亚国家，亲像是越南、菲律宾、印尼、泰国等等，因的工艺技术所制作出来，亲像是艺术品迄般的日常用品。这些无同款的文化反映到衫、杯啊、玩具、容器等等，当然乐器也有侪特色，亲像是八仙鼓，就是泰国传统的乐器，真罕得伫台湾看到。这个东南亚以台湾的开幕，就是用八仙鼓的声音来正式开启。如果我们把它回到每一个国家去，你会发觉说，每个国家文化发展一定跟它自然特色有关，它的工艺发展也会跟它自然特色有关，它会就地取材，运用属于国家在地的这个物资来做创作。其实我们待会走进去之后，你会看到，我们这一次的展览有分很多的区域。那在一个日用之美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有材质的美，有织品的美，有声音的美，有童趣的美，还有生活用具的美。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每一个国家它的文化特色、自然物产抵御之下，自然去发展出来的。那因为它的文化，它在运用这些材质的时候，就会有不同的形制变化。由文化部指导，台南生活美学馆主办的2019东南亚以台湾的系列活动，将伫5月18号到7月31号展出。台南生活美学馆也将陆陆续续安排东南亚的乐团表演，让台南民众借由日常用品甲音乐的融入，更加来了解到东南亚的文化。台南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台南知名购物中心为着要响应服装集团连续3档举办专台公益巡回活动，17号开始，为期3天的时间，合作来举办着爱心义卖，到时阵所有的收入拢会捐予瑞富益智中心，号召民众做伙来买衫，做爱心。现场 Superdry 等知名品牌服装，外观价爱2000外块，现在只要39，甚至上万的外套嘛只要790块。来自香港的服装集团，为了赞助瑞福益智中心的新兴障碍朋友，特别甲购物中心合作，进行为期3天的爱心义卖。根据了解，前一档同款伫遮都有26万的善款收入。我们就是一个台南的在地企业，虽然不像一些连锁的百货商场这样子的全台湾的遍地开花，可是我们很扎实的在台南这个地方已经经营5年了，每年都有很好的业绩，很好的来客越来越多。那就是希望说能够在地的经营，能够响应这样子的一个慈善的活动，那把爱心能够捐给需要受捐赠的慈善团体。看到小朋友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让我觉得这次的公益做得非常有意义。那他们也很辛苦的练习，然后做了很好的表率，然后让我们觉得说公益要一直延续下去。服装集团对17日开始专台爱心公益巡回，嘛由该公司定期赞助台市韵律体操队再来精彩演出，欢迎到时3000外领的衫裤，拢当卖甲康。台南新闻管及张伟忠采访报道。有风比事后的治疗阁重要非常的多，就算已经是一个大人啊，接种疫苗犹原是必须爱做的代志。透过下面的报道，咱做伙来了解。成人疫苗接种愈来愈受到各国的重视，因为不但会当降低真侪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甚至阁会降低部分癌症的发生率，是目前全世界潮流以及预防疾病的重要武器。生态病院教育部主治医生苏慧玲就指出，目前个人对着疫苗接种，普遍也是停留在婴幼儿，或者是老年人才需要接种的观念，这其实是错误的。一般人对于预防接种大多还停留在婴幼儿或是这个老年的特殊族群，但是其实在预防疾病的话呢，这个成人的预防接种是一个非常有效来促进健康的一个措施。那根据很多研究，其实在一段经过幼儿接种这个疫苗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其实保护力会随着时间流失，所以部分的疫苗也是需要定期的再来补打跟追加。另外，医生嘛建议民众在出国之前，
根据个人的状况以及当地行程，伫出发4到6周进前，前往旅游医学问诊做疫苗接种的评估。因为目前这个旅游的盛行，其实国际间的疫情也都十分的不一样，所以也建议大家就是在出国前的4到6周，也可以到旅游医学门诊，根据你的病史、身体状况以及暴露的风险来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做这个疫苗施打的准备。随着国外旅游普遍，跨国传染的病例嘛常常发生，所以即马嘛有愈来愈侪人重视预防医学。所以医生建议民众会当前往家医科，和医生评估成人疫苗接种的需要。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伫新闻的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底渐转好，温度25度至29度，落雨几率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5月1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